中青健身俱乐部是由一群喜意健身的民众所组成，原先伫市立体育场德溪边仔空地来打设铁皮屋，一直到108年迁徙到市立体育场看台下面的空间。当时的体育处提供20多台跑步机、举重器等简单的体能健身的设施，设置为运动热区的休闲站，提供民众免费来使用。后来因为年久，体育局开了200-300万来太古换新，伫去年底完成，预计今年2月底要来委外经营。民众欢乐，委外会来收费，因此透过议员林美燕来订正，经过双方的协调，体育局嘛同意先开放自律的管理。乐生休闲站公告啊，所以说他要委外去招商啦，还有114年2月28才要开放给大家使用啦。那在这段时间，大家民众都会来讲，包括不止我们服务处很多的议员也接到这些陈情案啦。那第一时间我们也跟局长就是做一个沟通。接下来今天我们这个运动乐区在今天开始就开放来使用了。表示咱就事实上是有听到基层的声音啦，就在民众的声音啦，然后就要开放了。原来这个地方很多的器材其实都是老旧了，那所以呢，在2个月以前我就告诉我们同仁说，把这些的场地，包括新营那边的田径场的健身中心，我们把它优化。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我想一定是跟上一次是不一样的场地啦那场地整理好了以后，新营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市民在这边运动的时候能够爱惜，能够大家共同来维护啦不要把这些当作说你这个开放的是大家都可以来的，那所以呢不会爱惜，那所以我们才会提出来，就是说，来规划试用一段期间以后，如果大家不遵守的话那我们再来想办法，看要用委外的方式。徛伫安全的立场，体育局希望有人管理维护。对此，议员嘛将协助休闲站健身的民众组成社团或者是联谊的组织，先自律管理。如果成效无符合体育场整体的需求，则可由体育局研议来委外经营的必要性，或者是由体育总会委员会来管理利用。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